不必糾結市場嘅漲跌，亦都不必糾結嘅話網紅嘅樓盤啊。今日咧帶大家嚟睇一套位於大亞灣澳頭嘅國企開發嘅新樓盤麗江花園啊。呢個樓盤周邊配套非常之成熟啊，吃喝玩樂乜都有。最重要嘅就係呢個樓盤嘅話性價比非常之高，我哋香港人喺呢個樓盤置業嘅亦都非常之多啊。今日嘅話呢，我就帶大家嚟睇一下全新嘅樣板樓。呢套嘅話係78平方嘅3房2廳1衛，帶個大陽台啊，仲可以嘆茶添啊！二手樓嘅價格可以買全新樓盤，私信我啦。